主辦單位5年前斥資425億日元，折合港幣20億，將舊球場重建，從而打造出今年4月先至落成嘅瑞穗公園陸上競技場。作為今屆亞運開幕同閉幕嘅場地，瑞穗公園陸上競技場係一座符合國際標準嘅運動場，容納3萬人。成個體育園區仲會有游泳館、欖球場、棒球場、射箭場等15個體育相關設施一應俱全。喺主場館嘅3樓，仲有一條瑞穗環線嘅8字形走廊，連接鄰近嘅休憩公園，俾市民慢跑同散步。9月19至10月4號，名古亞運齊睇開，撐港隊。